今集講一講南韓嘅國內線。我哋由長春出發，搭經濟艙，目的地係深圳。起飛前先去睇睇南韓嘅貴賓室，入邊就唔係好大，座位都算舒服，有工作區同埋用餐區。呢度食物選擇都唔少，有熱食，有杯麵，仲有飲品。好快就去到登機嘅時間，我哋架飛機已經停咗喺閘口，大家立即盡快登機。飛機嘅型號係 A321NXB， 係一架集體機，座位嘅排列係33經濟艙。架機都幾新淨，座位都算舒服。今次我哋有窗口位，見到隔離有一架廈門航空嘅飛機。龍嘉機場嘅草地仲可以見到積雪。起飛嘅過程順利。空中我哋再一次欣賞一下北角嘅風光。好快去到食飯時間，先派飲品。我叫咗杯咖啡，跟住就派食物。每個人都有一個飯盒，有美味嘅東北大米，仲有其他可口嘅小食。飯後我瞓咗一陣，跟住參觀了一下個洗手間，跟住已經開始去到夜晚。飛機接近呢個深圳，睇到迷人嘅夜景，城市大廈林立，非常繁榮。跟住我哋開始望見跑道，飛機最終順利降落。9年後，我再次嚟到呢個寶安機場。今集就分享到呢度，多謝大家嘅觀看，拜拜。